数3、2、1，请揭牌。2020台湾要赢，台南要赢，我们要共创蔡英文总统在台南最高得票率，让蔡英文总统在台南的得票率再创高峰。我们一起帮我们的总统加油一下！蔡英文共胜，蔡英文共胜，蔡英文共胜，小英共胜，共胜。小英，互咱来支持做总统了后，一路行来，伫咱的国家你所看到的经济上升率，较早做过总统，咱的经济的起伏是坡线图，伊的经济上率是上升的，有法度创下345天目前为止股票上万点，台资汇率到至目前内底已经创下那个6100，所有对着国家主权付出的，当然为着咱的减水亭家己咧制造飞机，家己来买着更好的先进的国家来保护着咱台湾的主权。最近香港的事件，咱所看到一国两制已经行袂通，已经香港50年不变已经破功了。所以咱遮济乡亲时代，咱唔是咧挺进党，咱是挺这个台湾。啥物人较爱这个台湾，咱就家己相挺。但是目前看来，较挺咱这个台湾的，较挺咱人民百姓。看会到的候选人，当然蔡英文总统，你讲会对不对？所以今日大家徛走的啊，咱就共同遮尔啊打拼，牺牲为台湾这个土地创下遮尔济基业的蔡英文总统，伊拢点点啊做，点点啊做，也许你无去看到啥，但是你到今年咧交所得税时，甲伊降遐济，所得税免税降遐济。创下着24K 的这个薪水已经做到，所以伊的付出大家拢看有到，伊的努力大家拢见证有到。啊，以前看有到，见证有到，人来讲起厝起一半，师傅唔通换，所以咱伫这个这样需要你的时阵，拜托咱济济乡亲时代做伙站出来，咱搁支持咱的蔡英文总统，互伊继续连天放贵讲的，陈廷辉原来要选的。然后伫北区安南区的其实也斗牛票一个，伊甲我讲伊做危险的。我今日搁要一届来多谢咱的议长啦吼，咱的总会长吼，安尼情义相挺，来担任我咧台南的后援会的总会长。伊的号召力足强的，今日安尼咱后援会成立，有遮尔多咱的台南的乡亲伫遮。迄头拄有甲我讲，伊本来是想讲逐日找200外个人来，毋过我看今日坐咧遮的人足多哦，阁有足多用徛的啦吼。真多谢大家来吼。头拄我嘛听咱的总会长咧讲陈廷飞选情告急啊吼。恁大家拢爱笑啊，恁敢有相信陈廷飞选情告急？陈廷飞若选情告急，蔡英文更告急，我跟你讲啊。咱台南人上有情有义，所以咱的台南人一定互咱的陈廷飞一定最高票当选台欧，是啊，不是啊？对啊。咱中央党部吼，有咧甲我讲什么款的议员吼，会使顺利当选啊，什么款的议员都爱加强一下吼。陈廷飞列在那个 A 加的那个名单里面这个就是 A 加的那个委员啦吼，我要恭喜咱的台南乡亲时代。咱的台南的立法委员拢做拍拼，毋过这个陈廷飞是上拍拼。搁一项，就是咱台南人上热情，咱台湾人上有情有义。咱若有咧甲咱做代志的议员，咱有咧甲咱做代志的立法委员，若咧甲咱做代志的总统，咱拢会支持啦，是毋是？今日伫遮我搁一项代志足欢喜的啦吼，咱的总会长会使邀请足侪议员今日做伙来，一寡议员吼，有一寡议员毋是咱民进党的，情义相挺啦吼，所以我要甲咱的所有的咱的
议员说一下多谢啦，谢谢咱所有的今日伫遮吼。啊，大家今日来遮是来参加咱的后援会的成立，也是要甲我甲陈立去加油的啦吼。我嘛知影讲，咱2020年即届的选举上关键嘛上重要吼，所以咱所有在场的乡亲来遮甲阮两个加油，嘛是要来表达一个对台湾未来的关心，大家讲是不是？啊，我要甲大家讲，这3年外来，咱的执政的过程当中，有足多困难，啊嘛有足多挑战，但是咱咧挑战困难之中，咱嘛做了足多代志吼。啊，尤其是咱的经济，啊，咱的国防，啊，咱的社会照顾，咱拢一项一项做到比以前搁较好、搁较完整。啊，拄仔咱的议长有咧讲咱的3年外来，咱的经济的发展是持续的成长，不是大起大落的成长。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，因为你每一年都成长，而且累积成长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成长。来，恭喜不是？所以咱一直累积到今年的第2季，咱已经是经济成长率应该已经是4小龙第1名啊！吼，我要请问咱的在座咱的乡亲是吧？足久无听到4小龙第1名啊！吼，不过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第2季的经济成长4小龙第1名，咱的第3季也会是4小龙第1名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是安怎咱会使做会到？因为咱过去3年咱拍基础拍了足稳固的啦，吼。